其實嚟或者唔嚟，一定要認真考慮，一切咧從自己嘅情況出發。點解話我預測係100%準？我同大家講2個例子啊。第一個例子咧，佢有一位女士，舊年啊就過嚟揾我，佢話佢老公成日喺出面偷食，佢就問我要唔要離婚啦。我睇到夫妻嘅八字合盤，就會發現呢個先生的確就唔係佢嘅正緣，而且佢最好嘅正緣喺2024年一定會出現。咁如果唔離婚，就會被耽誤啦。今年1月份，呢個女士就過嚟同我講，佢話佢已經揾到咗自己嘅真愛啦，準備結婚添。再睇第二個例子啦，咁係一個男士過嚟嘅，佢就過嚟問我話可唔可以離婚啊？我一睇雙方嘅合盤就發現，其實佢兩個都係互為正緣，今年只不過係大家都受咗流年太歲衝擊嘅影響，咁我就建議佢哋咧過咗今年再做決定嘅，唔係嘅話一定會後悔過。其實你嘅姻緣一早就注定咗結果，咁究竟係點樣呢？可以去主頁 DM 我揾到我。如果唔係，好容易喺婚姻當中做咗錯誤嘅決定啊！